Hello，我係 Alvin 啊。你琴日有冇睇我 story 啊？其實都冇咩好睇嘅咋，係咁啦，拜拜。係有啲問題，係有啲着迷，係有啲烈失禮，重重喺外圍，為你招入迷，仍埋藏於心底，直到機會嚟，又再鬼食嚟，這樣快超級不濟。輸入了半句答案，到跌實怕你會看，太無奈，有嚟用 IG 添掛心裏邊，盡情地小鹿轟炸，念咒懇求天神燈神星神批准，一齊，只求叮一下，全盤靈驗變出火花，係有啲問題，係有啲着迷，係有啲烈失禮，重坐喺外圍，為你招入迷，仍埋藏於心底，直到機會嚟，又再鬼食嚟，這段揮超級不濟。密友的小圈圈得一人，面貼緊親一親，圈出新可能。祈求能挨得更緊。佢哋捉佢有我有我，吃我有我，笑各有各世界，也許也算痛快，最怕係去街擠逼的街 ，no 孤單一派 ，no 入去森林已無足從斬柴，自我踩拳單人開晒收晒，內向的人不如收埋匿埋。是愛的問題，是我的問題，亂到青春仿快，重坐喺外圍，為你招入迷，全盤沉於谷底。密友圈問題，是我的問題，圈住你一種心計。Thank you，多謝大家。